260幾，280幾，280就圍到咩㗎啦，1500蚊一嚿㗎啦。哇！成隻豬都買到啦，係嘛？過於豐富，始終產品千百種，適合自己嘅嘢都係有限嘅啫。呢啲係牛扒啦，哇！全部都成半隻豬咁，點買啊？200幾蚊一嚿，200幾蚊圍到1000幾蚊喎，人仔1000蚊一嚿喎。呢啲咪排骨咯。太肥啊！呢個攞嚟蒸啊，冇蒸出。哦，佢有冇寫住係乜嘢啊？可能前排係嘛？啊，應該係前。咁咪試下佢咯。呢啲咁亦都係為到人仔1000幾蚊一餅嘅喎。牛肉不少嘢啦，係咪物價上漲咗咧？呢啲亦都係1000幾蚊一餅。買一嚿牛肉都唔少嘢，叫做有機雞，走地有機，不打抗生素，係嘛？仲有咩啊？有機嘅穀物，有機穀物。空氣。哦，新鮮空氣呼吸，哦，即係放養㗎啦，啊，算係高大上㗎啦，整合啦。